食你点。我食饱才食啊。哎，食饭饱才食好啦。好来，多谢多谢。番薯皮较冷啊，无来烫烫的吼。唔免啦，我介意食冷的啦。歹势。无，我都食冷的啦。较细碗的啦。阿爸，这顿我互你啦。哦，你是顺便要甲我定时啊？阿爸吼，其实是食饱啦。啊，毋过吼，我上爱食这个番薯糜啦。今仔日吼，陪你搁食一碗。好啊好啊好啊，阿母，你嘛做伙来食。好，我已经有食过啊，恁大家食啦。这番薯搁送哦，好食哦。敢若种菜尔，这拢是家己做的啦。家己做啊，我试看卖。好食。阿爸，好食。你的手印看起来呢？咁样？哎呦，拢无去注意着，安尼看到这大坑。安尼啦，食饭饱烫啦，我甲你添添咧。啊，免，歹势啦，哪会互你做这个代志，免麻烦啦。阿爸，你毋是讲咱是家己人，就免啊客气啊？这个囡仔，免客气啦。来，安尼对啦，对啊。对吧？为只甜啦，对吧？为只，等，啊，你等下你讲啊，你退衫挺好啊。歹势啦，大你麻烦我甲提衫。我你讲啦，啊你对我囝遮尔好着，阮是欠你足济，毋知要安怎报答你。安尼讲啦，讲起来吼，恁这个囡仔嘛足乖啦，算是吼，感觉有缘啦。阿爸，毋过阮伊嘛着要离开遮呢。为什么？是阿母的意思啊，阮嘛毋知。就啊，啊是为什么？阿爸，你甲阿母求啦，我无爱离开遮，嘛无爱离开阿爸啦，好无？就啊，啊会使甲我讲原因无？是毋是有人求你？无啦，哪有人欺负阮啦？你这，我来添一下茶给你。无。就啊，你到底有啥物苦衷？你嘛甲我讲。无啦，我哪有啥苦衷？你莫甲我骗啦！我拄则吼伫门口听甲清清楚楚，你一定有啥物困难啊，毋敢甲我讲。就我啦，讲起来这是你的私事啦，我是无应该插嘴啦。但是我真是关心你甲下面。多谢啦，我知影你真关心阮母仔囝，讲真是无代志啦。叫无代志，拄则你明明足惊的，你就是弄门的是另外一个人，就是弄门的迄个人求你对无？迄个人是啥？伊本恁两工做啥物决定，啊你毋着讲？无啦，这拢是误会啦。就我，你阿明，我跟你讲，迄个人是啥？一定是金川，一定来遐啦，好不好？金川。这个人真恶质。无啦，你莫听另外后边讲。就我，你免惊，这个四骹吼，表面上看起来拢真大，其实吼，大家拢是软骹蟹啦。有我伫的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保护你。对啊，阿母阿爸会甲咱保护啦，啥物歹人拢毋免惊。你慢慢来看啦哈。啊，这两位头家，你好，看安怎？我小等听咧，我有一个朋友哦，姓张，叫做张爸，我一定袂少。听讲有一个亲戚，我一定会知影，你有冇听过？我听见咧。安尼哦。无要紧，恁继续看吼。半尾半小场吼，今仔先开幕，多谢哈。啊，恁两位咧，哇，这有有看了介意无？你敢捌一个为金龟笑来叫猫？哦，你敢讲真好。
你讲，好，这个吼，就亲像这个，看卖，哦，大细拢差不多，继续吃。孙查大人，哎呦，贵客，啊孙查你行，来面请，啊，对，来，要来这套，我今仔日唔是来啉茶。孙查大人，照你安尼讲起来，今日专工来阮这间店，甲阮指导的哦。你的底下，我真紧就会查出来。有到时阵，你就插翅难飞，我绝对互你死了真歹看。哎呦，孙查大人，你安尼讲吼，伤过严重啦，唔通安尼啦。你到即摆还搁咧底气，你根本就毋是树外人，树外人早就死。我从来都无讲过我是树外的翁婿啊！你讲你草料，我一句话都无讲啊！你虽然无讲话，也毋过你冒充是阿明阿爸。我唔是冒充阿明的阿爸，阿明是我的客囝，伊叫我一声阿爸，这嘛是应当的啊！靠！你讲是安怎？要继续破病？无啦，我哪有假破病啦？我是真是得着马拉利亚啦！来，较济啦，火气莫遮大啦！来，饭你好去啦，我即摆已经放好啊啦！多谢你讲吼，手势也悬啦，无冤枉我这个好人啦！你绝对逃袂出我的掌心。你两个给我等，我一定会搁回来。随时欢迎你回来指教。孙查大人，请。来，美女啊，来！你这死走鬼啊你啊哈！你到即摆他才入门来哦哈！规个早起无看的人哈！你不要规4点半外后尾转来。阿哥，我去搬野菜啊。你规个早起才甲我办这事啊！你是拢咧困遐毋是啊哈？你哪遮困大啊哈？这是啥？哦，是讲阿丁啊，是阿明互我的。明仔载阿明叫我去夜姑阿丁看庙会。你这你想啊死啦！食饱医院敢若想佚佗，我看哦，你是久无拍，搁皮咧唱啊，皮咧唱啊，皮咧唱啊，哈！快敢唔敢？哈，敢唔敢？唔敢。哼，无啊，我叫你菜捡的，就爱去捡菜，啊你查咧，查捡咯。阿哥，我无起来啦，我透早到即摆拢无食物件呢，我都出枵了。你要尾来出事的，也毋是啊？哈，你即马随甲我捡茶，你若捡无茶转来吼，你这皮甲我变哦暗哦哈！去啊，要去啊，较紧的啦！OK 啊，咱两条小巴掌。好，水来。大家咱借问的吼，啊你毋知捌一个查甫囡仔吼，差不多10岁，为金龟招来，因后壁真好囝，叫做马丸的。唔捌听过咧。肉丸哪好生啦？什么？马丸无后生，伊毋是有一个后生。啊，伊家是查囝尔。我唔通后面讲哦。啊，我顶多做过长工，我嘛捌载伊出去过，我来唔知。啊，因查某囝叫啥名？敢若是阿玉啊？嘿，菜莫甲弄歹你。多谢吼。哎。是，有事买也乖啊！我哪只糊涂啦？代志佫会好唔对，甲查某听做查甫的啦。这真正我会知影吼，无叫拍死，无嘛叫骂死啦我。姑啊，你从啥咧徛门口安尼坐坐咧，唔对去吧？哦，无啦，我落咧看这门吼，敢若卡着，是不是叫人来修理啦？我穿真热吼，哎，热。啊茶啦，倒去啉啦。好，热甲好，个人啊拢乌啊味味啊，我就唔知要安怎较好，无怪啦，哎，查某听做查甫的。你是讲啥？这件代志我来甲你讲吼，你甲我妈打拍拢无要紧，唔通生气。是什么代志啊？哎，代志讲
头啊啦。肉丸的因囝吼，什么？你找到肉丸囝，那么就紧讲，伫倒位啦？唔是啦，肉丸的无囝啦。什么啊？肉丸你囝死啊？无啦，唔是啦，肉丸的无囝，你有一个查某囝啦。你是咧讲什么耍笑啦你？我哪会敢讲耍笑啦？啊，这拢怪我啦，甲某听做讲的啦。什么啊？你是咧讲啥啦你？大这袂当怪我啦，这怪阿福啊啦。啊，伊要死的时阵哦，开始剩一撮仔囝尔。啊，伊查某一日出讲无清楚，我听唔到伊啦。你是够够糊涂！你这么大的代志，你也听无啊你？台南听到宜兰，迄落效应啊！即摆连母的听到讲啊！你是咧？哎呦你！大呀，即摆佫会富啦。你讲别保庇啦。今仔日吼，我去庙口的时阵吼，拄到一个违基金过招来的人啦。啊，伊讲着吼，这个肉丸的，为着业人回来牺牲吼，我才知影肉丸的吼生一个查某囡仔，唔是查甫的啦。即摆吼，大家就抓啦。这个金龟招来啦，伊讲伊捌让肉丸的请过，捌送吼肉丸的查某囝去读册啦。嘿啦，绝对无唔对啦。啊，佮有啦大，伊讲因查某囝叫做阿玉啦。阿娇，哎呀！阿娇，哎，对，来，讲清楚啊！你起来，有安怎无？啊，你是安怎了？规个面仔青顺顺，是毋是破面？啊？甲姐讲，你是巴肚蛀牙的，我已经一天拢无食物件。安尼哦，无要紧，阿姐这档拄好一粒饭饭啊，来，互你食，起来。多谢阿姐。金妹小可苦哦。伊定定咧甲你苦毒是毋是？无紧，你甲阿姐转来，阿姐找伊算账吼。行。不是啊，不能去啊！妹妹，你是在害我啦！秀玉啊，这无外人，你老实甲阿姐讲，你是毋是迄个叫金花的亲生查某囝？你毋通惊啦，阿姐是来甲你斗相共的，但是你一定要老实甲阿姐讲，哈？嗯？秀玉，你是为金梅桥来的对无？你搁会记得袂？迄摆你有派人掠去，你囥在布袋啊，要甲你摕在水底，是阿姐甲面姑姐经过，甲你救的，你搁会记得袂？秀玉，你斟酌看，阿姐是好人啊，毋是掠你的歹人啊。你知阿姐甲面姑姐啊，是安怎要去金梅桥无？因为阮要去拜访一个好朋友，伊的名叫肉丸。对吧？我，秀哥，秀哥，你是安怎？你是在我的，你是在肉丸。阿姐不止熟悉伊，而且是伊的好朋友。是讲阿姐佫欠伊一条命1分情。我想阿姐这世人是无办法天理啊。也毋过，即摆伊已经死了。听讲伊有一个囝，唔送来台南，阿姐来这就是要找伊个囝。秀玉，你有当甲阿姐斗相共？秀玉，你讲啥？肉丸是你的老爸哦！你讲起来，
金花是你阿公，你真是1000万的查某囝，你真是1000万的查某囝。啊，小瑶，啊，这一年找你，你找了足辛苦啊，你知无？啊，小瑶，这个咪哥实在哦，台南甲听到稀难啦，查某囝甲听到查某囝实在。我给好，我你刚才天公伯好保庇，去我找着你啦，小瑶，我就带你倒来，就会好好收你，袂互别人欺负你啊，唔通惊，吼，唔通惊。小瑶，是安怎？你无相信也决心？阿爸咧考台话，你会记得袂？我知影，无用凊彩甲别人讲，阿爸叫做肉丸，若无会有危险。小瑶，我毋是肉丸查某囝，我毋是啦。小瑶。食啥吼？你拢讲甲点，我请。我毋是来食面啦。啊？无你来做啥？我来甲你讨一个啦。讨一个人？哎呦，廖松啊！等我几岁啊，连我的老豆腐你也好。甲你讲正经的啦，我要来带秀玉走。带秀玉？哎呦，我看你安尼堂堂正正的男子汉，原来你会介入去啊！你这支嘴，放个清气。是的啦，我讲算者，无歹意啦。讲算笑，你是了有够袂见识，这个话你也讲得出来，可见吼，秀玉根本就不是你的亲生查某囝。哎呦，廖松啊，他秀玉不是对我把倒地生出来，无甲伊就头砍壁的了。你免在地生啦，秀玉的身世吼，我已经查清楚啊，伊是肉丸的查某囝，肉丸是你的表兄。肉丸是因为考场有兰花，才叫日本人拍死。对。我听无你咧讲啥啦？什么肉丸鱼丸，我袂知。肉丸鱼丸，到即摆你阁唔承认啦？会用的啊！行，甲我来去警察厅。我来得甲你去警察厅要做啥的啦？你小弟啊，金川，敢是你警察厅做巡查？咱来去甲伊对质啊，叫伊公事公办。行。行啊！我惊你安尼唔对。我甲你讲老实话啦，我唔对啦。秀玉啊，确实是肉丸的查某囝啦。肉丸的哦，确实是阮表兄啦。我都为着阮小弟的前途，我唔才拢唔敢讲。你嘛知影，即摆哦，谁若牵连着玉兰花哦，谁就会衰啦。我哪知影肉丸你遐歹运，会为着玉兰花来无性命。廖三啊，你吼，你着菩萨心啦吼，你着吼腹肠看啦，拜托的，拜托，你甲我保守这个秘密啦，拜托的啦，拜托的。廖三啊，我甲你跪啦，拜托你手洗牙关啊，拜托的。你是甲我跪要创啥？起来啦！好，多谢哈。是讲廖三啊，你要带秀玉走是会用的啦。也毋过哦，点解我遮久哦，白食白大的啦，你就知影这钱歹赚哦。这钱有够无？有够，你真是好气命，我来带秀玉走。等。我给你。哈？我即摆阁无方便带伊走。无方便咯，哎呦，无方便无要紧啦，看你伫当时方便，你做你来甲带袂要紧啦吼。我爱你这段时间好好给照顾，我会赶紧来给带走。哎呦，
我绝对要甲树安尼肥肥白白交代互你。是讲六嫂，啊，你是要安怎处理阮秀玉啊？你敢袂去茶点啊？哦，安尼我是毋敢。没错。我要去带倒，迄是我的代志，你莫搁插嘴啦。是。我叫来坐啦哦！哎呦，好死啊！你连食咧毛票，安尼真好。连刚啊，六嫂也要来带走，你就安尼欢欢喜喜飞去咱。阿哥，喂，你带我要去创啥？就是要甲我卖去茶点啊？哎呦，我要带你去创啥？卖去茶点嘛袂歹啊，逐工啊你装水水，啊穿水水，免做苦工就有钱人趁，偌好个了。是讲哦，嘛无遮紧就甲你卖掉啦，上起码哦，嘛要去等几年啦。我是要安怎？我无去茶店啊！我感觉伫遮互人苦毒，嘛无爱互人卖去茶店啊！小狗，你看，我摕啥物件来好食？是饭圆的，阮老母叫我摕来互你食的哦。我不爱食。是安怎啊，秀玉？小玉，你若伫咧哭啦，是毋是经过阿公搁甲你苦毒啊？阿明，我要逃走啦，我要落去食啦，你甲我斗相共好无？毋过，阿明，即摆只有你是我的好朋友呢，拜托啦，甲我斗相共啊！啊，对啊啦，我当像阮阿爸甲你斗相共啊。是讲四条遐少？对啊。无用的啦，这阵无用谁斗相共啊？若无我就不爱插你哦。是安怎啊，秀哥？不是就是袂用去找伊啦。哎呀，想袂到呢，想袂到这秀玉吼，既然是肉圆的查某囝，真正是大破底也无得做，你若全无费功夫啦。迄是你哦，你吼无费功夫啦，我咧一日头想到要憋去啦。大呀，你吼是骹手溜俩，功夫赞呢，头脑阁是一流的啊。啊若无吼，这玉兰花料摊顶的名是要哪拍出？好啊啦，莫安尼讲到喙角全破啦，坐来。倒来啦。大啊，即马吼，你知影这秀玉的薪水啊？哪会我直接甲带倒？秀玉吼，即马对我吼，阁有戒心伫。我咧想讲，咱两个查甫人要带一个查某囡仔嘛，无啥方便。你讲安尼嘛像你吼，我来你要安怎做？有啦，我互你想啦。廖嫂，啊你哪会来？我是专工来等你，等我。是讲真歹势，有一件代志，我希望你会当下斗相共。你说你讲啊？我想要甲秀玉委托互你照顾，啊，伊的生活费含大个所在，我拢会替恁安排好。秀玉，你是讲金花面店的迄个秀玉？无毋对，伊就是我一直找迄个查某囡仔，因老爸是我的温情人。安尼哦，啊，不过我听阿明讲，秀玉因老爸是做生意失败了后，啊，互日本人枪杀，啊，是讲这代志哪甲你有关系？嘿，安尼我嘛无啥。这件代志讲起来话头长啦，后摆有闲，我再慢慢甲你解释。总讲一句，因老爸是为了我才牺牲的，我欠因老爸一条命。不过，暂时我是无想要让秀姑知影这件代志，惊会增加伊心内的负担。以后再慢慢地讲清楚。这你放心啦，我会将秀玉
当作是我的亲戚查某囝仔咧来看待。我希望你甲我当做一个会用的信任的朋友。你有啥物问题，也有啥物困难，拢会用讲出来。就算讲我免个甲你斗相共，至少甲我当做会用讲心内事的朋友啊。你敢真是一个用信任的朋友？我向你保证，我绝对会当互你信任的。好，那咧我问你，你的身份是啥物？啊，你到底是啥？我，嗯，我就是我呀。你不要讲我紧，我只问你一句话：你是免甲我斗相共，找到玉兰花？我只问你一句话：你是免甲我斗相共，找到玉兰花？我安尼问你，你毋感觉真奇怪啊？不过我即摆是足着急的，伫你这世界上，除了你，我就无用信任的人啊。我才讲，你咧江湖行大，人面较宽，我相信你一定做会到的，对。你找玉兰花是要创啥？我有物件要交予伊，是一个真重要的物件。阮人要过身以前所交代我的，是什么物件？真歹势，这是一个秘密，所以我袂用甲你讲。啊，你即摆的意思是要叫？我一定要亲目睭看到玉兰花，我亲手就将物件交予伊，我才会放心。你是免斗相共，甲我找到玉兰花咧？放啊！你是咧变啥吧？已经个外话过去啊，玉兰花无掠着，地图嘛无抄着，你是在困哦？报告督察，我即摆等咧调查。调查你大头啦！那查某人就是邱俊雄因某，我看你是叫迄查某人袂去，伊讲敢若河神变着屎共款，啥拢无做。我死起去求我引导，是为着地图。我有信心，我马上就会当摕到地图。好，伊甲我保证，伊袂落予你一天的时间。真多谢，秀哥的代志一切麻烦。迄是我应该做的啦。那安尼，这两天我安排妥当，我就甲秀哥送过来。多谢。免客气，啊，我拜托你的代志。会啦，我会放我的心肝内，一定互你一个交代。哎，感谢你哦。来，多谢。那安尼过事。顺行。人都已经走啊，还阁有啥物好看的？秋啊，秋啊，秋啊！你到底是要安怎啦？你心内有数？我还有代志要无用，无时间甲你讲遮有诶无诶啦。你甲我讲话，你就无心情；甲迄个死了的，你就有心情。你若搁伫遮后边，我就对你无客气哦。你真个唔知影好歹查某，你知影我处处对你手下留情，你会免对我手下留情，要谈要看，随在你。卡叔讲若要来地，共款你句话无，甲我死嘛无做哦。好，算你凶。我即摆先来解决迄个死了的，等我解决了，我再搁转来找你。
今仔要不要出来，搞有什么指教是？别讲遐济，出招！我甲孙查大人并无恩怨，我卖我的高仔顶，你做你的孙查，将来就毋捌交叉，就算讲毋是朋友，至少嘛毋是仇人啊。君主不夺人所爱，你夺人所爱，你就是我的仇人。你讲你所爱，敢会是？是守法。咱今仔日直接以决生死。若是我失败，我这一世人拢袂去受守法。孙查大人，你讲这句话就唔对啊！我对秋月并无邪念，我只是敬重伊的为人。你的意思，你对秋月无意思？我无需要骗。我唔相信，你分明就是惊死，唔敢甲我决斗。孙查大人，看起来你是一个多情的查某囝，可惜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啊！你敢侮辱我？孙查大人，我以一个朋友的身份来提醒你，秋月虽然是一个查某人，但是真捌道理。你想要得到伊的心，先要得到伊的尊敬甲认同，无你是白用亏来啦。讲较简单一个，你一天无甲这次四开最后烫落来，伊就袂正目看你一眼啦。damn it！今仔日唔是你死，就是我亡。今仔日唔是你死，就是我亡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是台湾人。你来受伤？我拄则甲迄廖长决斗，骨头？伊人嘞？是心内敢若有伊，也毋过伊心内根本就无你。你是咧讲啥？我甲你讲，迄个卖高顶饲料的，对你根本就无意思。你莫伫遐讲这两个无意思。秋月，你哪会遐尼想袂开？伊已经清脆甲我讲啊，伊对你并无男女之情啊。莫我讲啊！你即马出去，请我出去！你什么时阵才会清醒啊？伊都已经安尼甲我表明啊，你小仔伊阁唔死心，伊到底是做啥比我较好？莫我讲啊！你若唔出去吼，我就要犯救人哦！我会出去。秋月，我只是要让你知影，为着你，我愿意放弃一切。你若是骂我做孙仔，我会使改行做生理啊。迄个饲料讲，
我哪会使得到你对我的尊重？我哪会使得到你的心？你给我讲，你给我讲，你给我讲一句，你若甲我讲一句，不是你死就是我死。好，我莫讲，小爱，你莫冲动，莫做戆代志，我即马来走，我即马来走。将军，什么咧将军？食掉，我泡伫遮呢，食，你要食倒去。唔上炮棍，哪咧？阿爸，你有够赢呢，超厉害的。老百姓，来，搁一盘啦。嘿啦。阿明，阿母，你快来坐啦，看阿爸行去啦，阿爸超厉害哦。小安啦，你有赢过来啊？来。啊，像我这啊，无咧，来，吼，因两个表囝吼，害我几啊盘咧，咱人共国吼，解流啦，来。真歹势，我无时间啦。阿明，转来去。小安啦，是安怎啦？发生什么代志啦？来，内面坐啦，泡一杯茶你吼，有哪讲吼？唔免啦，我无用的。阿明行转来，我不爱啦，转来啦，阿母讲话你无听心。我不爱转去啦。以后保证你过来遮啦，袂转去。阿爸，阿爸哪有袂叫人阿爸啦？小安啦，到底是什么代志？你唔讲？什么代志？你免那么地气啦，转来。我不爱啦，阿爸今仔日答应我要带我去吃盐呢。甲你讲你若白个死啊，不要听心，转来。无等，小安啦，那是什么代志？你咪讲我清楚。叫我一个查某人，免怎讲得清楚。我以后当作你是君子，是好汉。阮阿明离你做客老爸，我拢无反对。我把我心肝内代志讲互你知影，你会知讲愈济互你知，绝对做互你看我无咧。小安，像我这啊，袂啦，人阮大个吼不三时吼，嘛甲你学老干呢，哪有可能看你无啦？误会啦。是啦。误会，你若知甲金川我就较有话无话，你若知这毋是误会啦。转来，阿明，我不爱啦。好啦，小安，阿明，你是乖囡仔吼，爱听话。面对阿母倒去，阿母吼无欢喜你来遮，暂时你拢莫来，好来。我唔管啦。阿爸，你今仔日答应我，我要带我去吃盐呢。你这个囡仔，安尼使性力啦，毋得爱听大人的话，紧转去，莫阿母烦恼。来，你跟我走哦。好，我走了，我知影你讨厌我，我走了。阿明，阿明啊！像我这啊，今天是什么节目？是啊，哈！要无我甲你介绍遐认真查某囡仔，你连看都不爱人看，你敢若介意迄个毋正查某？你使哦，人看袂行，鬼看哭哭行啦。莫讲啊，哈无。惠弟，我就是介意手腕，我一定要娶伊。娶伊？哦，你是咧介意倒一点啦？还是天家查某拢死了了啊？哈！你一定着爱娶迄个死啊！而且哦，佮娶一个地桥后的寡妇啊！哈！你是目睭叫老马大咧啊？是啊？这甲你无关系，要娶伊的人是我，毋是你。 我都无介意啦，我不准你娶伊啦。我介意就好啊，唔免你介意。你即摆是要甲我气死哦？你家己要生气，我嘛无办法。我有代志，我要先来走。好啦，你走啦，你这里走，你走，你莫来催我啦，你娶你走就去啦。好。
爸，你伫遮咧读，你是毋是受到啥物委屈啊？老爸无介意我，老母嘛一直咧骂我。哦，为啥物啊？怀疑我即马甲你共款可怜。秀秀，咱做伙逃走好无？啊，你顶摆毋是讲你要逃走，叫我甲你斗相共？要毋过你敢毋惊？咱两个人做伙逃走，我就毋惊啦。要毋过咱身躯也无钱啊。你放心啦，我有办法啦。秀秀，你准备好了没？好啊。烧肉粽哦，哎，人客讲来看卖，这会拢新的啦，看卖啦。哎，来咯，烧肉粽哦，现烧肉粽哦，来看卖者啦。秀秀，行啦。人客啊，来看下果冻啦，来哦。怎么样？我这个卖你好无？哼，来5角。5角，遮少。你买啊？买就准数啊。好啦好啦。啊。靠！你毋是讲一工一来会使摕到地图？报告大帅，你甲我点去，莫讲报告，莫讲报告啊！我报告落，我这赌场就要起笑。想我死啊边仔去哦！要亲自出马，大帅，莫叫我，好好地才甲我反省一下。行。阿玲啊，好食饭啊！阿平，紧的啊，我还煮袂煮好啊。咱来无伫啊！唉，这囡仔一定是搁去找廖送的，讲袂听。我问我咧创啥？将地图给我交出来！